喂，各位街坊，琴日深水埗上演一單食環職員大戰吐痰阿叔嘅街頭 MMA。平時隨地吐痰最多都係破財交罰款，點知有個阿叔為咗慳翻個千幾蚊，竟然使出一招如來神掌，將個食環職員1秒 KO， 搞到對方當場斷線登出電腦。原來呢個阿叔為咗逃避告票，硬生生將自己推向一單刑事案件。到底阿叔最後下場係點樣呢？唔講咁多，我哋睇片先。你冷靜啲先，你講俾我聽，你講俾我睇啊！我唔走啊！慢啲啫。唔係啊，你睇下邊個先行先。你而家會咩啊？喂！你就等談啦！等談啦！咩睇完條片係咪好精彩呢？等我同大家講解呢件事啦。話說琴日下晝6點鐘喺深水埗北河街街市附近發生一單推撞事件，有一個年約50歲嘅阿叔懷疑因為隨地吐痰，俾一男一女嘅食環署職員截查。本來乖乖收張告票就冇事，點知阿叔極度唔合作，甚至企圖轉身走人。雙方拉扯一輪之後，阿叔突然使出如來神掌，用力一推，食環署職員隨即應聲倒地，跟住就瞓喺地下，喐都唔喐。阿叔見對方瞓低，不但冇停手，仲要惡人先告狀，指控對方喺度扮嘢。最後趁住現場一片混亂，成功向基隆街方向逃去。結果呢個男職員報稱頭痛、腰痛同埋心口痛，清醒由救護車送去明愛醫院治理。警察已經接手調查，將案件交俾深水埗警區跟進，正全力通緝呢位涉案阿叔。其實呢單推撞事件真係有啲無謂，呢個阿叔為咗俾一張隨地吐痰嘅定額罰款告票，搞到變成涉嫌襲擊公職人員嘅刑事罪，隨時要洗乾淨個8月15，準備坐監，真係因小失大。另一方面，職員插水跌低又扮晒冇晒知覺，我就覺得有啲假。不過受傷呢啲嘢又真係好難講嘅。好啦，觀眾睇完呢單插水 MMA， 你又覺得阿叔係咪真係出手太重，定係個職員嘅防禦力真係咁低呢？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